好，来看这场火灾，其实专家表示讲呢，做锂电池的工厂哪准发生火灾，安尼是真恶拍坏。亲像去年伫个南韩是有类似案件，迄当阵是用6点钟的时间才总算把这火拍花。也毋过目前咱国内消防法规是针对这锂电池的安全管理，也无一个共识。 分推车又到2层楼悬，对厂房大量喷水，工厂内拢是乌烟雾品，红烧甲乌麻麻。高雄锂电池工厂火警为透早5点消防人员接到报案开始，经过8点钟，火势才互控制。木头烧起来，你给它洒水，洒完水它是不是降温了？达到它的这个燃点以下，那个木头的火是不是就熄掉？锂电池不太一样，锂电池它只要烧起来会一直反应，反应到它所有的可燃物全部都不见了。 锂电池火灾歹拍花，若拄到外部冷却、小度等因素，才会引起热失控。内部化学物质反应失控，就可能造成化学爆炸。即摆第2工厂导火状况更较歹处理。 事实上，2024年，南韩就有放35000粒电池的仓库连环爆，烧6点钟才拍花。今年1月伫美国加州也有类似案例，紧急疏散达到1500人。随着电池需求日渐增加，国内对能源厂房的消防安全佮安怎监管？如果它的原料是公共卫生物品，它的位置构造设备的要求就会跟一般工厂有不一样的地方。那像这种制成成品的，譬如说像一般的电池或充电的电池，就不会是所谓公共卫生物品的范畴。消防署表示，目前针对锂电池制造原料中有较小较复杂的物件，都符合各类场所消防安全设备设置标准第4篇严格规范。也毋过，若像锂电池商品存放，并不是较小较复杂，只依照一般工厂规范。 国内储能的设施啊等等这些东西，那我们也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法规那边要跟得上。你知道有一颗电池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，它就很容易就曝光，就是因为它会造成一些连锁反应。 也毋过，也有专家认为，锂电池平时属于稳定的物品，法令无可能以每种物品拢做规范。工厂平时彻底遵守消防规定，甲设置充足消防设施，保持防灾意识更加重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